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先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中华县连任3届的唐有理理长何吉成，防检机组团带李明去中国佚佗，那亲像是接受当地招待。检方发动搜索，约谈20几个人，嘛甲伊申请羁押。验过尾啊，法院是裁定无报请回。地检署即马表示，一定会提出控告。中华县河北镇唐有理长何吉成进前组团去中国旅游，互人检去接受落地招待。这批是统战甲介入选举，检方在约谈22人到案，先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聘件。何姓被告涉犯反渗透法等犯罪嫌疑重大，并有湮灭、变造、伪造证据、勾串证人及被告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检方接受检举，对花技术出钱招待和何吉成组团去重庆，团费正数搁画写明年总统大选支持特定候选人，也亲友对案情无愿加讲，暗过日听何吉成的清白，否认指控。我们都很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们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不该做的事情。应该是单纯的这个旅游吧。然后刚好是不是因为国内的这个国家这个总统选举，所以特别比较敏感。将法庭于13暗时裁定何吉成无报请回，将法庭检署表示会提出控告。事实上，疑似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已经不是头一摆。根据最高检立案，这类牵涉反渗透加境外资金已经115件。境外资金40件99人，反渗透法的案件75件45人。检方透露，民众接受招待吹佚佗案件，伫前办典馆除了司法地无伫台湾，要找出金流甲对价关系等等，也确实有难度。发生个人唔通受到利诱，若无可能面临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